商湯天子啊，出到去第9期啦。咁今期條題目就叫苗疆五繞。今期再一次證明起咗條題目之後，係可以同封面或者內文係毫無關係嘅。叫得五繞，封面唔齊都算啦，入面又冇提及五繞嘅相關資料。金蟬擾君出咗3期啦，打咗3期啦，但係始終就係冇提及過佢究竟係咪五繞之一，連佢多啲嘅背景資料，佢叫咩名，佢係咩身份，亦都唔提下。其實喺評論漫畫方面，我係一定係新手嚟㗎啦。商湯天子係我第一個嘅探討對象，我都係學習緊嘅。咁啊，一路以嚟，我覺得我都係用緊一個實在嘅方向去進行嘅，就好似係探討下嗰個故事嘅邏輯合唔合理啦，人物啊、武功嘅設定有冇前言不對後語，或者有冇問題啦，以及文字究竟有冇用錯咁樣，就好少叫做胡亂批評。畫工呢啲更加都唔喺探討嘅方向。但係睇咗商湯天子9期咧，今期係我第一次覺得呢本書真係幫唔落，冇得救啊！有啲嘢係可能受之前嘅累積影響，根深蒂固，亦都要改，亦都好難改。但問題唔係代表你唔可以改，而且轉咗去雙周刊之後，你都依然情況冇咩改善嘅話，咁先至係一個大問題。先嚟講下第9期嘅重點啊，都係依然分開3條線。咁啊，首先係子重嗰邊啦。子重自從喺上一期得到靈甲之後啊，佢嘅野心就暴增。今期咧就講佢話已經諗到啦，係想要收買夏朝嘅大巫師，咁跟住就推翻夏桀。之後佢就去咗侯府後山咧，就測試功力，話自己已經去到第6江。然後咧又翻侯府就接見陸猛士，落柯打就話要攞阿天月條命仔。咁啊，天月呢邊依然仲係喺阿欣宜屋企度啊。咁啊，首先係阿欣宜咧就為咗粒清心丸俾阿禪繞食，本來都有功效嘅，但係當阿禪繞一見到天月同欣宜有啲親密啲嘅行為咧，哇！清心丸嘅功力似乎即刻蕩然無存，禪繞又再癲過。但係呢個時候，天月升咗呢啦，功力有提升，就諗住揾阿禪繞又再試下功力如何。最後就係阿欣宜講翻禪繞當年嘅病史，以及係阿欣宜母親究竟係點死。最後就有第2隻五繞現身，佢係叫做千變色魔。然後去到太清線呢邊，突然又安排一次嘅資料補充，就係講緊太清真人咧，本來就叫石女，係夏朝大將，但係有一次打仗咧，就見到啲士兵癲咗之後咧，係咁燒殺搶掠，於是心灰意冷，想話揾人生嘅意義。期間就發現咗太清門嘅4個鼎，同埋又受到太上老君嘅點撥咧，就去揾靈石，悟道之後就成為咗太清掌門。咁啊，翻嚟現實嗰邊，上期出現嗰個嘅5歲小童，原來係話太清真人羽化之後嘅身體嚟嘅。咁啊，清明就問阿師傅應唔應該俾阿天月去報仇？結果太清真人卜卦之後咧，就話天月有性命危險。但一個可以商榷嘅問題就係子重嘅功力啊。咁喺今期第2頁咧，子重就話佢自己練功數十年都只係去到第5江，相信靈甲就可以幫佢突破。
於是佢就去測試功力，自評咧就已經係去到第六江啦，兼且係有金龍起勁添。好啦，問題係喺第六期第十頁嗰度，清明就話阿子仲其實已經練到去第六江㗎啦，而家子仲就話自己練功幾十年，只係去到第五江。咁究竟係第五定係第六呢？嗱，理論上啊，清明喺滅門之前呢，都可以靠丈夫阿子貴嘅印證以及自己嘅觀察去判斷。滅門之後，佢想知道對方嘅功力變化呢，一就係應該要自行去窺探啦，第二就係可能要派人或者用道術去窺探。咁所以佢喺第六期第十頁所講嘅，而家佢可以夾硬話係流都得嘅。今期阿子仲嘅自評先至係最真實，但係你咁講嘅話咧，就等於推翻咗之前嘅內容。但係如果要咁樣幫佢解話咧，又衍生另一個問題啦，就係啊，清明啊，自己都冇一個紮實嘅數據，但係佢仲諗住試下阿仔有冇咁嘅心去報仇，咁其實係好危險嘅喎。你都唔知對方嘅實力係點，即係難怪就係今期阿清明係會要問阿師傅，究竟應唔應該俾阿天月去報仇？喂，好彩而今次係評估高咗，其實阿子仲係練到去第五江啫，而且雙方暫時都未有交集，咁否則天月係真係好危險嘅喎。喂，仲有就係子仲自己練咗幾十年都係去到第五江，咁子仲今年其實都應該過40歲㗎啦，而相反天月15歲就練到去第四江啦。咁究竟係咪啊子仲嘅資質真係差得咁恐怖咧？而日後啊，子仲一旦失去咗靈格，係咪等於會即刻跌翻落第五江呢？咁如果係咁，天月只要繼續向前練多升多一級嘅話，只要揾計仔搶咗副靈格，哇！咁就輪到天月會贏嘅咯。第二個可以商榷嘅咧，就係關於子仲嘅野心。嗱，其實之前我都有提過，子仲一路描述到佢咁強又有野心嘅話，其實可能係會收買啊大巫師，打敗咗啊夏桀，然後自己成為啊夏王，亦都唔出奇。而今期就真係認證咗呢一點啦。子仲就係覺得自己，其實真係可以收買大巫師。夏桀只要一冇大巫師嘅幫手咧，就佢有信心可以搞得掂佢啊。但係我所指嘅代替咧，係用異術啊，係將自己嘅靈魂啊入咗夏桀嘅身體。咁因為夏桀啊，目前仍然係相對太廢嘅，咁其實咧真係比阿子仲做第一反國仲好，就係將子仲如果佢嘅靈魂去咗夏桀嗰邊，表面上佢先至係夏桀，咁佢先至要更加似係嗰個、又荒淫無道又亂咁傷害百姓或者係忠臣嘅一個君王。其實真係講真，子仲反而比天月更適合做主角。天月其實真係去到而家都只係為咗啲劇情交俾佢，否則其實佢嘅表現相對係好渣。上一期就係首次見到子家嘅陵園七江係可以有金龍氣勁嘅，咁當時係天月老豆阿子貴去使出第六江嘅功力，
咁佢係有金龍氣勁嘅。而今期咧就係首次講到，似乎每一缸都係有氣象，即係嗰個氣勁嘅圖形顏色咁樣。係啦，於是稍為就做咗個表作為一種統計。咁其實第一缸、第二缸究竟個顏色係點唔知，但係只能係話俾大家聽，喺第一期嘅時候，天月對住兩個流羅嘅人物，當時嘅氣勁係金色嘅。好啦，跟住第三缸係綠色，原因就係喺第八期嘅時候，子仲係咁樣出現嘅。第四缸咁基本上都係綠色，因為喺第二期天月同子貴對戰嘅時候，雙方都係綠色氣勁。不過喺第八期天月對禪妖嘅時候咧，反而天月只係得第四缸嘅功力，竟然都係有一個金色嘅氣勁啦，都係啦。咁呢度就應該佢唔會咁托大，反而只係用第一二缸嘅功力㗎，但係佢又未去到第六七缸啦。好啦，到第五缸就係今期天月升咗呢之後咧，到達第五缸，咁個氣象咧就係紅色係外面，藍色係內面嘅一種氣場。好，去到第六缸啦，就係金色，已經係有金龍氣勁㗎啦。咁就係第九期嘅子仲啦，其實都仲有第八期子貴都已經係咁啦。咁第七缸亦都係應該係金色嚟嘅，因為喺第二期子貴已經係講到年度武功係最頂峰，而當時個圖案咧係金色嘅。第四個雙學位就係子仲嘅手下啦。咁喺第六期嘅時候，子仲知道天月出嚟報仇啦，於是就話要揾六大猛將啦。當時係喺第六期13頁嘅時候，係叫六大猛將。咁經過召喚去到第九期先至出現，而呢個時候係改稱叫做六猛士。咁喺歷史嘅原因咧，其實叫士係相對應該係合理啲嘅。咁士係古代嘅一種級啦，始終。咁但係將六猛士分做上級、下級，而上級叫做上猛，下級叫做下猛。呢個咁嘅諗法咧，就有啲創意因為佢唔係用翻上士、下士咁嘅稱呼猛字其實係個形容詞，佢竟然係將形容詞咧就轉咗做名詞去用，咁就好似係老師呢個咁嘅稱呼，佢唔叫上司下司，就反而叫做上腦下腦。咁六猛士用顏色去區分咧，我就會真係諗到去龍虎門嘅六騎士。不過呢度有趣就係咧，子仲咁鹹濕，但係六騎士之中咧就冇一個係女士啊。而順帶一提就係司徒劍橋嘅龍虎門咧，六騎士全部都係女士。六猛士之中嘅上猛就話係人同妖嘅混種，咁究竟會唔會都係五妖其中幾位咁樣呢？我就暫時覺得係唔會啦，因為五妖當年都可以搞得掂功力達到七缸嘅天月老豆，如果其中三個竟然係肯認呢十幾年嚟功力都仲係得五缸嘅子仲做老細，似乎又未免會屈就唔係話冇可能，因為總有啲老細直頭係唔識武功添，依然都可能有啲
高手係肯俾佢去驅使。咁問題係5秒始終係啲更加奇怪嘅人物。你如果只係一個功力壓唔住佢嘅人，有冇可能咁樣去幫你做嘢咧？同埋就係6晚士又究竟有幾晚咧？極其量我估應該都大概係只加啲武功入面去到第5關咁上下。因為如果派得話佢哋去得太高嘅話，咁又似乎有啲失衡。但係如果佢哋只係低到去得4江左右，喂，咁其實天元都應該可以應付到，唔通只係貪人多好辦事，係咪？第5個商榷位就係子重嘅狠辣。咁喺今期第5頁啊，阿子重就對6晚士下令，就話你哋去取小子嘅頭顱翻嚟，否則自斷一臂。上晚其中有個就心諗：哇，從來未見過侯爺下如此狠辣命令。呢度嘅話字就用得好好，好似突顯咗今次嘅命令真係好狠心殘暴。但問題係子重嘅命令究竟有幾狠先？子重已經係描述到佢係一個長期心狠手辣嘅人。喂，對住自己個仔都可以話斬頭就斬頭，唔通平時安排俾6晚士嘅工作真係溫和到好簡單，唔需要傷害性命，只係類似斬手斬腳咁樣係咧？否則而家叫你斬個頭翻嚟，攞個首級翻嚟，都已經話咗一聲。6晚士係咪又真係咁未見過世面呢？定係以前子重啲命令真係可能溫和到，哪怕子重係想解決一個人，都唔攞佢條命啊？可能只係溫和到就係叫佢你幫我攞某個人嘅手指甲翻嚟啦咁樣，唔會係嘛？佢連阿哥都夠膽揾人解決咗，平時一般更加無關雙江，對佢係可能佢認為係眼中釘嘅人，唔會直接殺咗佢就算。呢度真係好奇怪嘅一句對白。第6個商榷位就係喺第9期第5頁度出現啊。咁6晚士收到子重嘅 order 之後就話遵命，但係其中有3個上晚級嘅人物咧就浮喺半空。呢度就唔知點解要咁樣去構圖啦。如果係話唔想重複之前一頁6個人同一時間跪低聽阿子重嘅命令嘅話，呢個我可以理解。如果話怕阻住下晚嘅樣貌，我都可以理解，不過都係好奇怪。一嚟，子重從來冇叫過佢哋平身啦，咁按道理依然係應該要跪低。二嚟，呢個3位嘅上晚級人物可以浮喺半空，係咪想表達佢哋功力高啲呢？但係你哋喺一個主人嘅面前咁樣浮起，其實又係咪禮貌係適合嘅呢？定係想表達佢哋其實係急不及待要去出差呢？咁如果係急不及待，咁調翻轉頭，咁下晚嗰3位係咪相對唔夠忠心辦事啊？佢哋冇浮起喎。第7個商榷位就係嗰個清心丸啊，究竟個藥效係咪差到咁嘅地步咧？咁話說係喺第9期第6頁，奀兒就餵阿禪妖食咗一粒清心丸。
本來啊禪繞已經可以安靜落嚟，甚至個樣貌係由妖樣變翻做人樣添。但係當阿天月自行解圍喺巨禪嗰度出翻嚟之後，同恩兒有啲身體接觸，阿禪繞一見到之後咧，又當咗恩兒係老婆，跟住又再發癲。喂，清心丸，你嗰個有效時間係咪好似之前天月佢哋用啲解毒符啊、辟毒符啊嗰類，都係用息去計算嘅咧？啲時效咁短，食嚟咁有咩用咧？定係佢藥力渣咧？你稍為俾佢可以穩定到一陣，但係有啲嘢再刺激，就已經可以打破咗個功效，咁有咩用？結果就係天月因為阿禪繞又再發癲，於是又打多咗一期。而為咗顯示啊，阿天月升呢個咁嘅功效咧，就好似彷彿就犧牲咗清心丸嘅藥效啦。第八個雙角位就係窒息升級法。咁話說上期嘅天月俾隻巨禪吞咗，今期就講到佢已經去到窒息嘅地步，但係周身都有真氣鼓脹，體內寒熱真氣衝擊。咁突然間咧就覺得四大金剛啊喺體內度融會貫通，形成咗一個強大嘅力量引導去副靈甲嗰度。於是雙腳一撐，結果個巨禪就痛到嘔翻阿天月出嚟。而亦都因為咁樣咧，天月嘅功力就由第四綱升到去第五綱。咁啊仲話號稱啊全身嘅氣脈運轉快速一倍。原來鼓脹谷通咗奇經八脈嗱，窒息同谷進功力就可以升級。呢個真係一種窒息嘅升級法。呢度睇落去、聽落去，亦都好似係張無忌喺說不得嗰個乾坤一氣袋入面，因為真氣鼓盪無處宣泄，反而令到佢嘅九陽神功得以大成。但問題係參考還參考，你都要了解嗰個重心係啲乜嘢嘢。阿張無忌喺乾坤一氣袋度，首先佢嘅條件係佢依然係呼吸到嘅，如果唔係就一早窒息死咗添啦。而佢點解會啲真氣充斥咗喺個袋入面啊？係因為佢先中咗元真嘅還陰子。還陰子嗰個陰寒解毒嘅功力咧，就激發咗九陽神功嘅鼓盪。但係乾坤一氣袋咧，又特別在咧，佢雖然可以令張無忌保持呼吸，但係九陽神功嘅功力咧，就冇辦法可以向外透咗出去。九陽神功嘅功力依然就喺個乾坤一氣袋度一路運走運行，形成一種衝擊力，反覆喺佢嘅身體度衝擊，結果先至令到九陽神功係大成。中間張無忌係冇經過窒息㗎。如果係透過窒息同埋谷功力就可以升級嘅話，咁其實佢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用呢招啦。你只要落水，都唔一定要落水添啊！你就咁喺任何一個環境，你唔唞氣，然後不斷運功，你總有一次你都有機會達到嘅。即係你為咗要幫阿天月去升級，唔係問題，因為點都要拉近啲功力，可以理解。但係你講佢嗰個升級嘅方法，起碼真係要喺合理嘅範圍入面先至得㗎。
第九個雙確位其實呢個相對都唔係啲咩大問題，呢啲係一般其他啲劇集都有可能出現過。總之就喺第9期11頁，阿禪繞本來係平復緊㗎啦嘛，但係一見到阿天月同欣宜黐埋一齊又癲過，走去攻擊天月，但係禪繞一撲就冇得手嘅。理應就係要再攻擊啦，但係竟然呢個時候係可以俾足夠嘅時間係欣宜同阿天月各自講咗一句對白，然之後先至再出手。呢個就係好似平時嗰啲劇集啊咁樣，打緊喺戰場上打緊仗，有人竟然係仲可以喺空閒時候望下自己啲同袍或者親朋戚友，睇下有冇事，而期間咧係冇人係會對佢進行攻擊啦，包括射箭啊，什麼都未必會有嘅。又或者就係呢啲時候竟然可以係安排係重要人物喺呢個時候係講一啲情情塔塔嘅嘢，或者係交代遺言啊諸如此類，而期間依然就係冇人會對佢進行攻擊。呢啲唔係黃山先至會出現嘅事，呢個係普遍都會存在嘅問題，但係係咪又係可以處理得好啲啫？第10個雙角位就係關於阿禪繞嗰隻巨蟾啊。咁啊，禪繞中咗天月第2次運用嘅二龍吹頂之後咧，就終於暈咗。欣宜就叫阿小寶幫手扶阿禪繞入翻去嗰個巨蟾嘅口入面。究竟巨蟾同阿禪繞嘅關係係點嘅咧？佢係算係一隻寵物啦，定係保護嘅神獸？係啦，同埋佢禪繞係當巨蟾係佢嘅屋企，又抑或其實嗰隻巨蟾啊係有真正嘅效果嘅咧？咁如果唔係，你叫阿小寶扶佢入翻個巨蟾口入面，所謂何事咧？唔通佢醒翻之後啊，佢就會真係唔記得之前發生過咩事？呢一度其實係應該佢需要去補充嘅，極期望佢之後可能係會補充一下。第11個雙確位就係關於妖啊。咁啊，小寶見到阿禪繞有尖耳同埋有角喎，於是就話：喂，分明係隻妖嗱。但係禪繞已經出現咗3期啦，從來冇正式講佢算係人啦，定係妖，定係人同妖混種，而依家先至透過阿小寶把口就定義佢係一隻妖嚟嘅。咁同埋又過咗3期啦，依然係未有明文表明禪繞究竟係咪苗疆5妖之一。結果反而就係今期畫後炮嘅內文度咧，就提及禪繞嘅身份咧，可能仲交代得比呢3期嘅資訊更為好啲添。另一方面就係今期嘅標題明明係話苗疆5妖啊嘛，但係結果睇封面你係揾唔到有第5個5妖人像，而喺內文嗰度啊，禪繞睇咗咁多期啦，估都估到佢應該係5妖之一啦，係咪？但係對比個封面咧，你又唔知邊一個先至叫係佢喎。而今期24頁首次表明係5妖之一㗎啦，嗰個嘅千面色魔，你又攞翻封面嚟對比咧，似乎佢可能係右下角嘅嗰個人，但係咪咧？唔肯定住。同埋今期最後尾都係冇一張圖啊，或者資訊去交代係關於5妖嘅，冇啊。再補充一樣就係，如果阿禪繞真係妖，佢究竟欣宜啊，仲算唔算係一個人呢？又如
如果將來欣宜係會同天月成為一對嘅話，咁今次到時如果佢哋又結婚啊，佢哋算唔算係人同妖嘅一次結婚？然後佢哋生出嚟嘅又會係啲咩咧？呢個稍微諗得長遠啲。但係如果你將阿禪妖定義咗係一隻妖嘅問題之後咧，就不得不諗下欣宜究竟係咩身份啦。第12個商榷位就係關於千變色魔，咁佢其實就喺24頁先至正式亮相，但係之前幾頁咧有個人物同佢一樣都係紫色頭髮嘅，而當時大概就係講緊10年之前，呢個咁嘅紫色人物咧就入咗阿禪廟間屋，就好似想對阿欣宜嘅媽媽有所作為啊！好，問題就係、如果呢個人就係阿千變色魔嘅話，咁阿千變色魔就真係可能冇改錯名，佢真係一個色魔。另一方面，去到依家啦，千變色魔又出現喺阿禪廟屋企附近喎。咁究竟佢係咪又想打欣宜嘅主意咧？而又要留意啦，因為預告係講緊其實係有每10年啊，五妖之間都係會有一場鬥爭去爭邊個先嚟做老大咁樣。10年之前呢個紫色頭髮嘅人物係咪其實就係想做啲嘢，令到阿禪妖因而受到影響，冇辦法去爭奪呢個五妖嘅第一名咁樣咧？另一方面，苗疆五妖既然叫得五妖，理論上應該每一個都帶個妖字先至啱嘅，但係偏偏阿色魔係叫做魔，呢個希望唔係一個單純去食字表達佢係有色心而變成真正嘅一個色魔咁樣啦，即係否則其實係咪應該叫佢做千變色妖會合理啲咧？即係你斷估又諗下四大金剛，你唔會無啦啦安排一個其實係叫做羅漢咁樣噶嘛，係嘛？第13個商榷位就係太清真人嘅歲數之謎。咁太清真人同埋太清門嘅資料咧，喺9期入面咧都有多次嘅增補，但係通常都會有啲部分係重複嘅。咁喺第9期今次呢度就補充翻太清真人嘅原名同埋佢嘅身份。原來係夏朝大將石磊，30歲就已經係長勝將軍。咁就有一次打仗之後，就開始懷疑人生嘅意義到底係乜，於是就開啟咗雲遊模式。機緣巧合之下就發現咗太清門嘅4個鼎，之後就開始練功。然後10年後咧，就遇上太上老君點化佢，就去揾太行山脈上面嘅靈石。咁再10年之後咧，就終於見到靈石點頭頓悟仙道，然後就接掌太清門。呢度一共用咗3.25頁嘅篇幅，但係其實有半頁左右，其實係同上期係重複咗嘅。咁經過今期嘅補充咧，太清真人就好似變得有名有姓啦，同埋如果要計算佢嘅歲數，亦都存在一個更加好嘅參考位。但係其實喺第3期19頁曾經提到太清真人係話傳聞超過200歲。嗱，如果用上期同今期嘅講法咧，呢個傳聞咧就已經好難搞啦。除非就係佢喺尋找靈石同埋發現清明
呢兩次嘅雲遊期間都用咗極長嘅時間，係仲要講緊係十幾年，甚至係幾十年咁去計，先至係有機會係話超過200歲。呢張圖就係稍為整理一下上期同今期提及過嘅資料，咁再重新計算一次太清真人可能嘅歲數係點？今期講到佢最初係30歲開始就已經成為夏朝嘅大將軍嚇，國之棟梁。好啦，咁我假設佢好快跟住就打咗嗰場開始懷疑人生嘅戰役，1年左右就開始打啦。咁跟住佢就變得要去雲遊咯喎。咁然後就係佢又好快地，大概都係1年左右，就揾到太清門嗰4個鼎，於是進入自修模式。10年之後遇上太上老君，咁所以嗰陣時大概係42歲。咁太上老君就點佢就話可以去揾靈石，咁啊有機會得仙道。咁跟住佢就要去揾啦。我當又係好快啦，都係1年左右，去揾到嚿靈石啦。咁然後就開始10年嘅拜石時間咯喎。咁當佢見到靈石影頭咧嘅時候，就已經係53歲啦。然後佢再一次雲遊，我當佢又係好快1年左右就發現清明嘅話，咁佢嗰陣時54歲。到太清真人58歲，就即係清明4歲左右，就開始教清明武功。到71歲啦，呢個時候清明係17歲，就下嫁子貴。到而家天月今年15歲，咁清明就36歲左右。咁太清真人咧就應該有90歲啦，但係因為羽化嘅關係，而家係變翻一個5歲豆丁咁嘅樣。如果用呢個咁嘅模式，所有嘢都喺盡快可以完成嘅情況底下，太清真人就可能只係得個90歲。但係你話如果佢中間尋找人生意義，揾靈石同埋再揾清明呢啲虛無縹緲啲嘅時間，係可以再拖長啲。你都仲要真係每個加上揾成30幾年，咁你先至有可能係達到傳聞話超過200歲。但係一個太行山脈，你要揾嚿靈石，佢又有武功有法術，有冇可能真係要揾成幾十年呢？即係之前你話揾人生意義，揾幾十年都算啦，係啦。但係你揾靈石有冇咁嘅可能呢？到佢得悟仙道，你再次雲遊，你呢個時候應該更加全方位提升啲武功道術功力等等先至啱嘅。你要再發現一個女嬰，又有冇可能要用咁多時間呢？所以即係都係嗰句，你嗰個人物設定嗰度本身係咪可以諗得好啲呢？傳聞200歲，而中間係竟然一路都冇門徒咁樣，唔知佢發生過咩事，然後又企圖又要再去補充翻佢嘅資料。你補充資料又唔諗清楚，你之前提及過呢個有冇可能做到？定係而家呢個即係上期同今期呢種講法先至係最後定案？如果係嘅話，又係等於之前嗰啲係咪又係廢話呢？第14個雙角位係太清門嘅傳承危機。嗱，咁都係嗰句啦，太清門同太清真人咁每期啲修修補補之後咧，其實都仲係有啲神秘感嘅。例如就係太清真人係半途修道㗎嘛，
學習對象就係喺一個草地咁，突然間發現話有四個頂。呢一種咁嘅表達就好似係粵語殘片入面如來神掌阿龍劍飛對住9個頂去學習如來神掌咁嘅感覺。呢個岔開咗少少啦，咁翻嚟，咁問題係呢四個頂會無緣無故出現喺一個草地度，即係你如果描述，你係咪都安排一個更加合理啲嘅地方？山洞會唔會雖然老土，但係咪相對會合理啲咧？喂，你喺個草地度，咁其實係任何人都可以係發現到嘅喎，係嘛？定係除非你話呢個就係太上老君突然間安排咗喺度嘅啫，平時唔會有人見到嘅。咁除非你要咁噏咯，係咪？好啦，然後呢四個頂係咪包括晒太清門嘅武功道術咧？定係最後尾靈石都係學習嘅一部分嚟嘅咧？不得而知。但係如果四個頂係包唔晒呢個太清門嘅武功道術嘅話，而要靠靈石，咁調翻轉頭又衍生第二個問題，因為拜靈石嘅時候仲有個苗疆大巫師嘅喎，咁除非嚿靈石真係有咁有靈性，我淨係安排太清真人吸收咗太清門嘅武功道術。你苗疆大巫師啊，我就繼續只係俾你學巫術嗰邊啦咁樣，除非可以咁分割，係啊。好啦，然後又係呢四個頂啊，最後尾有冇帶翻去太清山咧？不得而知。有冇可能仲揾得到嘅咧？唔知。而去到今期為止，太清真人似乎係冇師叔伯、冇師兄師弟師妹嘅。好似純粹就係太上老君忽然之間喺呢個人世入面啊，揾一個人去承擔呢個太清門，作為日後佢話要應天數啊嘛，作為呢個應天數嘅一個安排。咁於是就好似變得你咁多期修修補補，其實你不如唔好補都得嘅喎。你反正都係講完同冇講，亦都唔會甚分別，係啊，都係一樣咁奇奇怪怪、神神秘秘。而整個太清門亦都係人才凋零，除咗你太清真人，就係得個清明同阿小寶。小寶未至於係傻，但係肯定係純到離譜嗰隻，做唔做到事都唔知，係啦。而你太清真人又成日周圍走，咁成個太清門就靠個清明去撐住嘅，即係天子一嘅時候提到廣成先派，咁有無休止同姬昌係師兄弟，印象中都冇提及過佢哋嘅師傅到底係點咁樣啦，起碼都唔會提到而家太清真人嗰種，喂，傳聞一嚟就已經200歲。但係你徒弟就係得個清明同小寶，而你又話要承擔呢個太清門嘅掌門，咁你做呢個掌門係極度唔合格嘅喎，即係你周圍雲遊都唔緊要，你都可以一路係廣結善緣，周圍去尋找有緣人，或者係每個地方都安排一啲人物過嚟應日後嘅劫運又好，點都好㗎嘛，係嘛？都唔似而家冇睇到，同埋太清真人半途出家，你對住嗰四個頂入面嘅文字或者圖案係其實係冇人可以話到俾佢聽，究竟佢諗嘅學嘅係咪啱嘅？佢係全靠無師自通嘅。呢個係關乎到佢嘅悟性啦、機緣啦，同埋佢識唔識字啊，諸如此類，都會影響到成個學習過程係可能有偏差，或者諗錯咗、學漏咗，亦都唔出奇嘅。
咁如果呢四個頂亦都冇帶翻去太清山，或者就係喺佢學習完之後，就由太上老君沒收翻又好，點都好。咁傳到落去清明嘅時候，清明係靠咩嚟學㗎？咁可能淨係得太清真人自己口述同埋身教。咁但係太清真人又係教完就又雲遊㗎嘛。喂，期間清明依然一樣係冇人可以問，亦都唔知有冇學錯。咁如果每一代都係咁，呢個又係一個傳承危機嚟嘅。同埋咁多期，其實我覺得最應該要補充嘅就係東伯，依然都係冇補充。你而家提到太清真人咁樣去發現啲人物點樣去練功之後，喂，但係咁東伯呢？東伯竟然係識得太清門嗰啲道術㗎喎。咁你係咪又最低限度你都要講緊係清明嫁咗去子貴嗰邊之後，同東伯可能係投緣又好點都好，於是就傳授啲道術咁樣俾佢咧。如果唔係佢點樣學到先？係跟住仲有就係太清真人，佢話要執掌太清門，呢個係太上老君嘅安排，好似真係彷彿係講到呢個太清門。總之喺冇需要嘅時候，你係唔會喺呢個人世間揾到佢嘅。佢嘅存在就係當有需要嘅時候先至會出現。同埋因為而家好似淨係得太清真人呢一物嘅啫，呢支水嘅啫。咁你用執掌兩隻字，好似就變得係一種門面功夫。喂，你人都咁少，執唔執掌？即係執掌兩隻字係咪起碼都係要人多勢眾你咁，跟住先至叫做名副其實咧？係咯，即係純粹一懶係勁咁樣。同埋都係嗰句，第三期19頁你提到太清真人係超過200歲㗎嘛。如果呢個係真實，係更加顯得佢對太清門係冇作為嘅。《倚天屠龍記》入面張三豐去到8歲之齡，起碼武當七俠都已經係獨當一面。年紀最細嗰個雖然唔係佢親自教武功，但係起碼都係一個人才，而且係7個。咁你太清門呢？第15個雙學位都係關於今期補充返太清真人同太清門嘅資料期間再衍生出嚟嘅一個問題。嗱，其實上期都已經係可以奇奇怪怪嘅，因為上期已經講到太清真人拜石嘅時候，苗疆大巫師亦都嚟到，大家一齊拜石10年。當時都已經講緊，喂，點解你要安排係苗疆大巫師呢？因為你睇下再之前幾期苗疆大巫師嘅行為，算係反派或者係心術不正嘅喎。然後你安排一個咁嘅人去拜石，然後又到今期補充完之後，太清真人係受太上老君去點撥，然後去拜石。呢個仲唔算係內幕貼士？如果凡人已經係一早有傳聞嘅話，仲使鬼你太上老君走出嚟去點醒佢，可以去咁做喎？咁樣呢個係擺明係內幕消息嚟㗎啦。但係呢種咁嘅內幕消息唔係太清真人獨有喎。咁苗疆大巫師又點知嘅咧？係咪都係太上老君叫佢嘅咧？定係其他神仙係提佢可以去咁做嘅咧？但係點都好，歸根究底就係
拜石呢個，如果只係想造就一啲好心人、有道行、善心嘅人嘅話，苗疆大巫師，你安排佢走去拜石，所謂何事先？你真係想要製造多一個魔頭，一個心術不正嘅人出嚟危害江湖、危害天下？你其實安排多一個人陪太清真人拜石，真係唔係問題嚟。但呢個你可能係要揾一個人物，係作為日後整個正派陣營嘅幫手，或者係純粹係伏筆，你有需要嘅時候先至再提佢都可以。但係如果你真係要安排一個反派嗰方面嘅人物，我係覺得好奇怪。第16個商榷位就係乜嘢叫做羽化。咁喺上一期就有個5歲小童，我而家叫佢就豆釘版太清真人，或者係豆釘太清啊。咁啊，當時呢個豆釘太清就話阿真人已經羽化飛升啦。咁清明一聽見就以為阿師傅死咗咁樣，好，跟住就去到今期呢個豆釘太清就話羽化就點同先世互說，然後下一頁就話佢嘅肉身已經羽化飛升，真身一元復始，每天成長如1年，依家係第5日咁樣。問題係在於清明係知道師傅係點樣，但係佢點都應該唔會諗到係會返老還童，無啦啦係會有個細路仔飛埋嚟，而佢嘅身份就係阿師傅，佢絕對好合理地會覺得眼前人係另一個人，而且呢個人竟然話真人羽化飛升，咁佢喺唔相信眼前或者唔認知眼前人就係阿太清真人嘅時候，而有人話真人羽化飛升，佢諗阿太清真人係死咗，係非常之合理嘅，因為一個人係唔會無啦啦咁樣話用返自己嘅身份去描述自己走咗㗎嘛，即係呢個係好奇怪嘅操作嚟嘅。你係擺明係玩緊阿清明。如果豆釘太清一飛返嚟，佢係應該首先係咪要問佢嘅徒弟揾佢做咩呢？佢只會講咗呢一句：清明雖然眼見而家前面嗰個係一個細路仔，但係你既然話揾得阿師傅做咩？佢係應該會諗到眼前人可能係太清真人先至係，至少從機率上，一個細路仔樣話自己係你師傅嘅，係咪可信過一個細路仔樣，然後話真人羽化飛升，然後其實佢先至係師傅，邊個會可信啲呢？清明咁諗係絕對係啱。而我咁樣去估計下太清真人都係走咗，亦都會係好合理，因為羽化相對就係講緊死亡，呢個係修道嗰方面嘅離開人世嘅一個形容詞，就好似係佛教徒話圓寂，基督教講蒙主恩召，都係意思就係死亡。但係你今期突然間話羽化就點同先世，你好似刮咗，固然都刮咗我一巴啦嚇，但同時亦都好似係刮緊阿清明一巴，甚至就係太清門嘅一巴。
呢一巴係在於咩咧？清明嘅道術或者佢嘅關於道門嘅所有認知嘅嘢，都係你太清真人教㗎嘛。你唔會冇教過道門嘅詞語㗎係嘛？如果你有教，清明係會唔了解乜嘢叫做羽化？嚴格上，羽化可能係多多少少唔等同真係死咗，但係喺唔屬於道教體系入面嘅人，而家羽化個意思相對就係等於死咗啊嘛。呢個係客觀事實嚟㗎，都唔好諗嗰個夏朝、商朝之間究竟有冇羽化呢個詞語啦，你唔好理啦，否則又係一大輪嘅爭拗嚟啦。咁但係你都要界定清楚，諗清楚，清明咁問得，佢背後係咪唔認識呢個詞語先？然後你而家先至話羽化唔同先世，好似講到清明又係突然間變到一個低能嘅女人咁樣咯。呢個係咪編劇嘅責任，或者係太清真人嘅教學嘅責任咧？嗱，羽化本嚟係就係講昆蟲蛻變，終於由一條蟲可以有到對翼，可以飛行啦，跟住先至引申就係脫去凡胎。道家就開始會我嚟形容係修道成仙啦。跟住形式上係有所變化，唔同咗啦。而飛升係直頭係指上咗去天庭嗰度，係同位列仙班係冇分別嘅一個形容詞嚟嘅。然後你係羽化同飛升係一齊並存講出嚟喎。如果你只係講羽化，都仲可能好啲。你講埋飛升，飛升係已經係不在㗎啦，大佬。好啦，羽化係脫去凡胎。即係喺人世呢個肉身就應該已經係不存在啦，你係已經超脫咗另一種形式而存在於喺呢個世上。呢個就好似唐僧去到西天，去坐呢個無底船過河嘅時候，見到隔離河流漂咗一條屍，原來係佢自己嚟嘅。嗰條屍其實就係唐僧嘅凡胎。呢個時候唐僧已經係得道。佢唔再係以肉體嘅形式而坐咗喺嗰架船度㗎啦。咁所以，如果你淨係講羽化，都仲可以理解為換咗一個軀殼。但係你加埋飛升，飛升就真係連靈識或者肉體都已經離開咗人世，唔喺呢一個世界度出現。無論上期定係今期，太清真人提到羽化飛升，加埋就係唔知點理解啊！因為冇可能飛升淨係得太清真人個軀殼，仙界嗰度要個凡胎肉身係冇用噶嘛。而且飛升本來嘅意思係你已經唔喺我哋現有已知嘅世界，係已經去到另一個空間、另一個維度咁樣嚟噶嘛。但係如果太清真人又只係得返個靈識係喺人世間，佢又唔去仙界嗰邊，佢又冇凡胎，咁佢而家係用乜嘢嚟重造佢嘅肉身嘅咧？即係哪吒死咗，太乙真人要幫佢重新整個軀殼，都尚且話要用蓮藕去紮成一個形狀，再用道術變為一個好似真實嘅人體咁樣。咁太清真人而家咧，佢用咩嚟砌翻咧？佢都講緊佢個肉身已經去飛升咗咯，真身
就唔知點理解啦。呢個真係又要等下編劇去再話啦。咁我唯有當呢個時候肉身都唔見咗，佢淨係得返個靈魂喺度飄蕩。咁然後再用呢個靈魂，都要揾啲嘢結合先至可以做返個肉身㗎。咁所以呢度加加埋埋有一個極奇怪嘅一個劇情，同都係嗰句，係咪要諗清楚咧？即係你唔好為製造懸疑而出現個懸疑啊！其實你哪怕上一期都係用翻一個豆丁嘅人物坐住隻仙鶴翻嚟，你只要話清明係反而問一句：你係邊個？又或者係師傅係邊啊？咁樣，因為而家你眼前呢個唔係師傅嚟㗎啦嘛。但係你由呢個咁嘅人物去加一句話：阿真人應如化飛升，你就係擺明係純粹製造懸疑，然後今期就拆解呢個懸疑，但係呢個又好似顯得你講唔通落去咯，你會更加顯得成個太清門嘅教學係有問題嘅。當晚清明都可以唔知道羽化究竟同仙世有咩分別，喂，佢其餘啲嘢會唔會學到唔清唔楚嘅？第17個商榷位就係太清真人嘅重生問題。咁啊29頁呢度咧就睇到太清真人要回復去到昔日最巔峰嘅狀態，咁就要每一天就成長，就等於1年嘅光陰。咁所以佢而家經過5日之後，個身體就變翻係一個歲嘅小朋友嘅模樣，而佢嘅功力咧就只係得翻1成嘅。咁又話清明咧就打斷咗佢清修。咁呢度咧基本上係致敬緊《天龍八部》啊，唐老嗰個八方六合唯有獨尊功。咁啊，唐老呢個功法咧，每30年就要返老還童一次，期間功力盡失，咁需要每一日吸血咧，先至可以恢復功力。講翻係太清真人呢邊，即係如果佢呢個肉身重造計劃咧，採用嘅方向係自然每一日過咗之後就會回復翻1年嘅肉體演化咧，咁就唔會存在清明話打斷佢清修呢個講法。但係如果佢需要閉關喺一段時間之內完整地完成咗嘅話，先至可以回復佢最終嗰個歲數同埋功力咧。咁啊，清明而家就真係打斷咗佢嘅清修啦，因為佢而家得5歲同埋1成嘅功力。如果以後冇辦法再收翻嚟，咁太清真人就一路可能只係得呢個豆丁樣，同埋得翻1成功力。咁佢嘅存在就又變得好似可有可無啦。你1成功力可以做得啲咩咧？除非你話去到1成功力都已經等於人哋嘅，即係可能係自家功夫有5光6湯，咁就唔同啦，係啊。但影到又冇咁誇張啦，係咪？可能咁另一方面就係如果你要計翻個日子太清真人係幾時化咧？假如清明係喺天月出發去苗疆嗰一刻，跟住就開始揾太清真人，咁用咗3日時間，跟住其餘3個方向嘅仙鶴話冇回音，跟住但係就豆丁太清就飛到過嚟啦。假如係咁呢個時候太清真人係唔水得咁即係要推翻前㗎，咁等於可能就係喺天月打完離月見復仇戰之後嘅第3日，亦即係話總之喺當初天月要行呢個成人禮嘅時候，太清真人應該未開始
返老還童未快。咁同埋就係如果要羽化，會涉及呢個咁嘅功法嘅話，佢係咪可能要通知聲啊，或者使唔使揾人去做啲叫做羽化咁嘅嘢？係啦，最低限度你都要通知你啲徒弟有件咁嘅事吧，起碼除非好緊急，如果唔係你呢段期間唔好立亂揾我玩，因為會打咗去清修嘛，竟然又係唔提嘅。第18個相撲位就係清明嘅教班神，咁都係喺20頁呢度啦。因為阿太清真人就同阿清明講話，神仙知道就必有大劫。清明聽到一頭霧水就話大劫，咁好啦。但係下一張圖並不是阿豆丁太清就去講解乜嘢叫做大劫，或者佢有咩大劫，而係阿清明問師傅，其實我係咪唔應該叫阿仔去報仇啊？哇！呢一個咁嘅轉變啊，係真係何其離譜！即係就好似有個人聽完個死黨話，佢話自己失戀，跟住嗰個人就問阿死黨失戀啊，然後就問啊，你覺得我去邊度旅行好啊？哇！咁你之前嗰句失戀，你之前嗰句大業嘅問號，其實就係等於齋噏到啫喎。你最後尾根本都唔係關心緊人，你最後尾就係關心下我個仔係咪唔應該報仇啊？我其實係想去邊度旅行啊，就係咁樣嚟嘅啫。第19個相撲位就係清明嘅白痴問題，喺第9期第30頁，清明就問阿豆丁太清，係其實佢係咪應該叫阿天月去報仇？其實呢本漫畫都已經去到第9期啦，即係估唔到呢個時候問一句咁嘅嘢。呢個亦都係目前點解呢個故事好似唔會睇好嘅地方。天月仲有阿媽喺度，咁其實呢15年間，阿太清真人又未發下飛升，咁今期就可以知道啦。其實阿紫仲未得到靈甲之前，都係得5缸啫。喂，如果清明係已經得到太清明嘅真傳，再加埋叫埋阿師傅，冇可能贏到阿紫仲。即係最低限度，唔好你苗疆唔要呢邊，佢要先解決自家呢度嘅半途，足以突襲乜都搞掂晒嘅喎，冇做。咁然後呢15年嚟，阿清明就只係一路教阿天月要學冰火金身同埋自家啲武功，大清明嘅武功咁樣。咁仲話要靠呢個冰火金身先至可以報到仇添。咁但係從來又唔灌輸佢要有報仇呢個想法，反而就喺天月行成日禮嘅時候，先至嚟測試阿仔究竟有冇勇氣去報仇。而期間呢15年入面，你唔會知道天月係咪一個衝動嘅人嚟㗎嘛？當佢一聽見老豆原來係咁死法，佢有勇氣冇勇氣都好，如果佢係個衝動嘅人，都可能去做咗傻事啦，做去報仇啦。咁你係咪都要俾翻個計劃佢啊？咁結果真係啊，天月就真係有所行動，就即刻去咗報仇，仲要冇問阿媽添。咁呢個係咪你清明就係想要嘅結局咧？而要唔要報仇呢樣嘢，其實呢15年嚟都應該要不停反覆去推敲㗎啦。15年嚟，你嘅師傅未羽化，哪怕佢周圍都係混有緊，你依然可以爭取時間去問下、了解下話，係嘛？仲有就係太清真人今期又講到佢其實就係話要太上老君安排佢係應日後嘅天數。咁你個天數究竟係咩嚟嘅先？即係冇理由淨係話太清真人自己可以去到領悟仙道就係咁簡單，唔會
會㗎，係嘛？你即係你點都可能點都要拉到佢涉及就係、你牽涉到邊一個可以取代夏朝成為呢個中原之主，造福百姓啊咁樣，呢啲先至係正路嘅天數係要安排㗎嘛，係咪？即係最起碼封神榜基本上都係循住緊呢個周朝呢邊就係替天行道嗰邊嚟㗎嘛，亦都係要安排到咁樣先至係嘅。咁所以太清真人其實咁多年以嚟，佢又係冇做啲安排嘅喎。我唔好理你用咩方法，你直接講可能叫做有壞影響，我可以接受。咪最多係留定一啲似懂非懂嘅言語，等清明去估，或者係天元去估，起碼留低一少少嘅方向，就係話你可能係點做，或者唔好去邊，唔可以做啲乜，你都可能留低啲説話作為參考都好啊。咁結果呢15年間，清明同埋太清真人兩師徒。以至於天月其實有冇見到呢太清真人又唔知，總之呢15年間係冇人去好似為呢個要唔要報仇呢樣嘢作出個探討，然後就係清明喺天月最後尾成人喺呢度話要測試下佢有冇勇氣，咁然後就即刻開展咗呢個報仇嘅過程，中間係冇安排嘅，冇盤算好點做嘅，甚至就係連其他人嘅功力嗰個狀況，清明去到今期為止都俾人推翻晒添，即係好似變成咗佢根本都冇知道其他人嘅功力係去到邊，然後你就推阿仔出去報仇。你咁樣係絕對係揾阿仔嚟教飛，根本呢條咁嘅問題係問得勁低能白痴，唔應該而家問。好啦，跟住啦，豆丁太清嗰個回答咧就仲好笑。佢係答話，第一就係天月啱啱出發，所以唔應該去。第二就係佢更加唔應該去苗疆路邊呢個地方嘅。啱啱出發就即係指天月啱啱行咗4年地，咁樣都叫係應該報仇嘅原因嘅話，原因何在先？佢都變咗成年人物，有自己嘅意志啦。定係你覺得佢而家其實真係15歲，都仲係細啫咁樣，慢慢嚟啦，循序漸進係咪？定係其實係想講話天月根本就未娶老婆，仔又未有，咁萬一佢有咩事出咗事，冇後繼嘅香火，唔通係咁？如果係咁樣嘅話，郭靖呢啲咁點算？由一出世開始就已經係教佢你係有心仇大恨喺身㗎，你一定要揾到你啲仇人啦，然後去報仇啊！過程中冇人關心過郭靖幾時係要娶老婆、生咗仔，你跟住先好報仇啊！冇㗎，呢個地方呢個原因唔明白㗎。至於應唔應該去苗疆呢度，又係奇奇怪怪。你究竟係想講苗疆嗰邊太多高人，因為有苗疆廟，或者係苗疆邪域入面嘅其他嗰啲珍禽異獸啊嗰啲咁樣？你覺得天月去以至清明都搞唔掂，定係其實係天月嗰條命仔本身就唔理去苗疆呢一個方向？你點都要解釋清楚㗎嘛？咁同埋天月而家係做咗古董，佢啲解藥要揾苗疆花寨嘅人去配製。當然你話你去揾解藥唔一定要話天月去啫，可以。但既然佢而家都安排咗落，你可以點咧？咁你最多係話其實佢係咪唔應該安排東伯去？因為如果講戰力嘅話，東伯應該點都滯於清明。東伯如果係班太清山嗰度留守，清明跟住去。嗰個戰力配搭係咪可能仲會好啲啊？同埋法術嗰方面都可能清明係高過東伯先啱啊，係嘛？又或者天陽學團都可以唔去，咁反而係清明帶住蘭雪去咧，跟住兩個女人去到苗疆廟嗰度，即係苗疆呢個範圍見到苗疆廟，會唔會引發一啲再特別嘅事情咧？都可以㗎嘛，係嘛？但問題點都好，歸根究底，我都要還原翻佢最基本嗰個。假如
由滅門開始去到天元復仇呢15年入面，一開始兩師徒都有關心過應唔應該係要報仇嘅話，係有作出討論嘅話，根本就應該會有一個更好嘅方向出咗嚟，即係起碼唔報仇就乜事都唔使諗啦，安樂落喺太清山咪得咯。但係如果你要報仇，你點都要有規劃。同埋太清真人都係嗰句，你既然講到係啊太上老君子一俾佢成為呢個太清掌門，咁你掌握嘅天數係咩先？你點都可能天元係始終係一定係天子啦，係咪？你又咪要安排啲嘢去配合一個未來呢個人心所歸嘅一個人物啊，去取代夏朝咧，係咪？你學點都可能應該要留翻啲武功嘅又好，一啲言辭上嘅嘢又好，我哋做個指引啊，就係俾有緣人即係天元啦，咁然後去睇下佢應該去點做之類嘅。總之，如果一開始係有問清楚、諗清楚，應唔應該報仇，就唔會而家先至講呢條咁低能嘅問題。根本呢條問題就應該一開始就要問啦，係啊。但係就變咗而家問，就變得成個故事係更加低能。第20個商榷位就係關於大巫師同苗疆大巫師究竟係咪同一個人啊？咁喺今期第9期第2頁就始終就話啦，如果係別王身去咗大巫師咧，咁就可以推翻夏朝。於是今期咧就有網上就聽見有人就提及啊，大巫師呢個人究竟係咩人，或者係啦，總之佢嗰個身份係點？所以喺呢度我都又係補充下。咁其實喺第4期第3頁度咧，係首次提及夏桀嘅時候咧，就講到夏朝有個大巫師。嗰陣時呢度個大巫師個樣咧係一個人喺個一個頂或者叫缸啦嚇，喺度好似煉製啲巫術咁嘅嘢咁樣。但係個樣咧就同第5期23頁嗰個咧係兩回事嚟嘅。但係第5期23頁出現嗰個咧，嗰張圖隔離係清楚寫明佢係叫做苗疆大巫師。不過嗰個服飾以至於呢個旁白咧就有趣啦，因為阿子仲都係只係稱呼佢叫做大巫師，但係旁白就話係阿大巫師穿上苗族嘅服飾。咁究竟呢度就尷尬咗，係咪苗疆大巫師就係夏朝嘅大巫師咧？定係其實真係兩個人嚟嘅咧？但係第4期同第5期真係只係中間差咗1期啫喎，你有冇可能就係嗰個造型由第4期嗰個同第5期嗰個係變成兩回事咧？係連個人樣都唔同喎！你唔好理佢件衫係如何，衫係可以係唔同衫，但係你個樣你係唔可以變㗎嘛，係咪？但而家就係講緊第4、第5期個樣根本都變咗。咁如果係你一開始就諗住即係全個夏朝末年期間得一個大巫師嘅話，你點解你又無啦啦喺第5期要加多苗疆兩隻字咧？多餘。好啦，仲要多一個身份，又係奇怪嘅。其實第7期24頁咧，明明係應該嗰個都係叫苗疆大巫師嚟嘅，但係呢個時候咧又叫佢叫做雙族大巫師，但係呢個出現過一次嘅，係啦。即係，但係我嘅角度，我會傾向係兩邊唔同嘅人嚟嘅，即係夏朝有個大巫師，而苗疆呢邊係有個叫做苗疆大巫師，兩個嘅人嘅樣貌根本就唔一樣，係啦。同埋上一期陪阿太清真人拜石10年嗰個，亦都寫明係苗疆大巫師。喺今期雖然都有提過，但係就冇提及人名啦。所以我嘅理解其實係今期第2頁出現嗰個
根本就係夏朝本身嗰邊有大巫師，只不過係配套佢配錯咗，變咗係苗疆大巫師個樣。咁然後呢個問題歸根究底就係、又係懶得改名咯。你兩邊你都叫巫師，你又唔作出多啲嘅分別嘅嘢，你衰衰地你都其實真係俾多個名。夏朝大巫師係叫嘟嘟啊，跟住苗疆大巫師呢邊叫做乜乜，然後你咪用人名代替，咪乜事都冇咯。好啦，呢個我雖然扯身落去都意義不大，係，但係都可能都係要講下。但其實喺天子日嘅時候，亦都出現過類似咁嘅嘢㗎。有大祭司同大巫師，咁你起碼祭司同巫師，你係分屬唔同嘅陣營，你係咪可能有隻字唔同啊？你至少都易分判啲啊，係嘛？你而家你唔係，你就係衰在懶得去改名，係啦，跟住咪衍生呢啲問題。太清真人你都要諗咗成九期，而家今期先至無啦啦作個名俾佢啦。反而佢其實要唔要名我都覺得相對冇所謂嘅，但係你大巫師苗疆大巫師呢邊個名相對係重要啲嘅。第21個商榷位就係晚時究竟點樣知道天月嘅消息？嗱，呢個基本上都係喺聽網上人士討論嘅時候，令我再諗下，應該呢個係咪問題嚟嘅咧？好，咁總之就係喺第9期第5頁，陸晚氏就終於翻到嚟啦，咁就會見阿子族啦。好，但係記得其實佢喺第6期13年嘅時候，子族第一次睇到呢個陸晚氏，嗱，當時仲係叫陸大板將啦。嗰陣時喺第6期13頁係子族話要揾陸大板將翻嚟。但係嗰陣時冇交代過，要陸晚將又好，陸晚氏都好，冇交代過究竟要唔要佢哋提供天月嘅資料，冇，所以理論上陸晚氏翻到嚟係唔需要回答嘅。但係既然而家實際就係答咗嘛，好，只能夠話阿子族既然派緊人去紫貴府嗰邊索料，同樣都去安插線下就係去阿苗疆嗰邊。只係呢啲咁嘅消息，究竟要唔要由陸晚氏係作出收集，然後整理上報翻俾阿子族，即係究竟佢哋嘅職權需唔需要管埋呢啲？好啦，同埋網上嘅人就係討論嗰時佢哋究竟點通訊啊？好，第6期12頁其實阿子貴嗰邊係用緊信鷹通知翻阿子族呢邊，係啦，咁苗疆嗰度會唔會都係用信鷹咧？問題係信鷹去到苗疆呢度，你又講到咁多奇怪物種，每樣都咁大隻嘅，連可以一下子捉起咗下啱而都有份嘅。信鷹究竟能夠安全地往來兩邊作出通訊嘅？呢個仲應該要探討多啲嘅。第22個商榷位基本上都係靠多謝係網上嘅人討論下，再思考多次嘅啫。係啦，咁第9期30頁啊，就係豆丁太清就拍杯上去卜卦，就話啲碎片分咗成7片，但有啲木眼嚟嘅網友就話咧，其實仲有好多零星小碎塊，加埋唔止7片。好啦，跟住就數下啦，確實好似仲係有6塊細細地嘅碎片，咁所以再加埋嗰7塊，咁可能係有成13塊都唔出奇。可能但係仲得意嘅就係喺幅畫度，明明見到係3塊大4塊小，唔好計嗰啲微型嗰啲啦嚇。咁但係豆丁太清嗰句對白嘅時候就話係3小成大，嗱，雖然加埋都係7。但係大同細慢慢同文字，你係咪可以做到咁配合先？即係又係有冇人監督嘅先？好啦，
豆丁太清，跟住就話七係大凶之數。咁點解係大凶啊？可能我估啊，七係因為喺九星呢個講法入面咧，就係七赤，七赤係破骨，破骨就係主有殺氣啊嗰啲，咁所以就係大凶。但係後面嗰兩句咧，咩收落勾雲三煞啊，叫星奪魄四凶呢啲咧就冇，我就解釋唔到啦，亦都未必係術數可能直接解釋到啦，係啦，呢個就答唔到啦。結尾啦，其實今期睇完之後，我覺得真係第一次覺得好差，係，同埋今期嘅畫後炮嘅資訊反而仲重要過近三期關於禪繞呢一段嘅內容，至少係連續三期嘅漫畫內文入面咧係冇透露過禪繞嘅正式嘅名，佢嘅身份係乜，佢係咪五妖之一？呢啲乜都冇提過，反而就喺畫後炮度出現。而以而家嘅進度嚟講，其實淨係阿天月打禪繞打咗三期，又提唔出多啲嘢去推進。然後今期畫後炮仲要講五妖之間嘅情仇多，喂咁就慘啦！假如你有興趣，仲要講清楚你五妖之間有啲咩恩怨啊咁樣。有啲咩交集？咁28期點夠你寫落去啊，大佬？仲有第一期第一輯話有28期，而家已經去到第9期啦，過咗1/3，但係未有一位喺正史有出現過嘅人物出現咗喺呢個漫畫入邊，作為天元陣營入面嘅幫手。冇。而現時呢個雙湯天子雖然有好多嘅人物出咗嚟啦，都叫，但係真正叫做係歷史人物嘅，其實應該得4個嘅。第一係阿天元，因為佢係雙湯啊嘛。第二係佢嘅老豆子貴，歷史有提過。第三係阿夏桀，因為雙湯要推翻夏桀啊嘛。仲有就係、首次提到夏桀嘅時候，應該冇記錯，第3期嗰陣時係有提到有個寵臣叫做趙良，呢、個亦都係可以喺歷史度揾到嘅。但係除咗呢幾個冇啦，未有其他歷史人物啦，你係咪都要安排一個人，至少都要有一個出嚟幫下天元，作為謀臣又好點都好嚟幫下佢咧？未有啊！